报仇，蜀汉皇帝刘备亲率大军东征东吴。刘备率领蜀汉精锐，誓言夺回荆州，讨伐东吴。东吴名将陆逊坚守不战，静待最佳时机。双方对峙数月，刘备连营700里，却逐渐露出破绽。盛夏时节，陆逊火烧连营，一举击溃蜀汉大军。刘备兵败如山倒，失去了收复荆州的最后希望。历史往往充满了遗憾，这场大火烧断了统一天下的梦想。白帝城中，刘备将后事托付诸葛亮。这位一代英雄如流星般划过历史长河，最终陨落于浩瀚银河之中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仇恨终将燃尽，而智慧与仁爱才是永恒的光芒。